適時合理做好葉面追肥同埋防蟲嘅工作。大家好啊，今日係4月8號啦。我果然已經係噴咗2次麗花使者寶果，嚟上次寶果到而今咧已經有第8天啦。今晚咧就噴防蟲同埋噴嘅壯果囊，葉面肥咧用壯果囊，防蟲用速殺加殺卵，塞滿苗同埋嘅綠青曲珠。壯果囊一包係兌水1000斤嘅，塞滿苗500克係可以兌到1000到1500斤。綠青菊枝500克嘅可以兌到1500斤水，大水量咁去噴濕啊！以上咧係人工嘅用藥量，我今晚嘅咧係非防壯果囊一包500克可以噴到3至4畝，水量咧自己去決定啊！嗰啲嘅防蟲嘅咧，亦都按你常規咁去用。非防咧要根據好多問題嘅，所以咧以上都係僅供參考啊！人工嘅咧就係咁噴得噶啦。記住啊，我哋人工噴藥每次噴藥防蟲，我哋都要側嗰隻槍頭伸入泥塘噴一下，因為好多蟲咧佢係喺石頭入邊嘅，所以咧我哋要伸入石頭噴一下。我哋防蟲個用藥咧係要交替使用，冇係每次都一樣嘅啊。好似我今次用塞滿苗同埋個綠青曲珠，下次咧我就會用綠松本加比丙醚加壯果囊。未備好壯果囊嘅朋友就要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係需要3-5天時間嘅。防蟲嘅一般你哋當地都有嘅，行多2間農資店就 OK 噶啦。就咁啊！以上咧就僅供參考，有咩不足嘅亦都希望有你嘅指點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開工啦！